台湾文化咸酸甜，本土乡情出头天。你咱小敬爱来天，无语残园水歌青。锁相机我无伴，路空的小条招牛仔条，有求必应四季春，朋友后会车倒转，伊也来坐，大树下东风吹，明夜是咱的，是阿公讲过的话。大家食饱未？食饱趁熬早，听台语学台语，大人囡仔拢欢喜。欢迎收听台湾文化咸酸甜。干巴嘞，干巴嘞，干巴嘞，伊要看啥咱来退。干巴嘞，干巴嘞，干巴嘞，将朋友看到满世界。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听众朋友收听由着惠阳为大家服务主持的台湾文化咸酸甜。咱这个节目是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去广播电台制作。在今仔日的节目当中，会小介着甲蛇有相关的俗语、谚语仔话。虎城小花蕊就恁讲俗语，甲即句草蛇啊看做蛇的俗语，甲学起来。说笑团母语，培养好喙水。这新起囡仔兄郑伟义、邓伟嘅囡仔子林之玉、林之瑜，双人用着搭喙鼓，邀请大家来新市好佚佗。对歌声林龙社要带大家做伙来欣赏林国庆阿母的咸鱼。欢迎接盘来收听。讲到这尾蛇，对咱人类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假使讲，这个世界无蛇，会有真侪爱水的查某囡仔是会伤心哦。因为这尾蛇是保养品元素的来源之一。咱现在活伫这个世界的生物，拢是相生相克的。若是任何环节出问题，或者是倒一种动物消失，绝对会影响到人类。检查世界无一尾蛇，可能世界拢是鸟鼠、四脚、田蛤啊、水鸡伫遐咧走动、跳来跳去。伫大自然的食物链，拢有天敌因素。虽然蛇大部分对咱人类是有威胁，歹的较好济，但是伫咱生活的环境，咱嘛是真需要这尾蛇的存在。这蛇除了有咱捌讲过少量的讲法，还有另外近期甲讲法。伫传统戏剧艺人教着做布袋戏、做歌戏的，伊原拢坚守演出的禁忌甲规矩，就算是时代安怎变迁改变，台湾戏团的禁忌就是不可说，袂使讲；不可食，袂当食；还有不可做，唔通做这三类。袂使讲，就是袂使讲出蛇这字，因为戏班差不多拢爱住伫咧外口，足惊讲蛇就到。搁再讲，若是有人讲出蛇，就有可能会有人相拍，或者是闹出代志来。若无就是道具夹起去歹去，无结掉的代志会来发生。万一戏剧当中讲到蛇，就念做蛇，或者是溜。还有袂使讲的就是狗，因为狗是颠倒元帅的陪侍神、陪侍神，嘛唔通讲到猪戏，这猪戏煮沸，咱台语敢是讲猪的戏，哇，一定猪伫咧演戏播戏，袂输讲家己是猪族同款，禁忌讲狗、蛇、猪戏。所以，这蛇有溜的讲法，是因为伫戏棚顶绝对袂使讲这个蛇，这是扮演戏剧的人上大的禁忌呢。
另外讲，这个袂使食是袂使食金啊，嘛袂使食猪脂。也若是毋通做啥物代志咧，就是袂使甲狗啊带去哩戏棚顶，毋通甲花放伫咧戏台，毋通去踢着放鼓的架，或者是乌白倒伫咧戏箱的顶悬。搁有戏棚顶上界重要的禁区，就是女性袂使坐伫有放头盔的戏箱顶悬。这一寡传统戏剧艺阵的禁区，伸缩互接手的人，是戏剧文化的特色之一。搁再来一定爱讲的，就是这俗称皮蛇的带状疱疹。通常若是入秋，天气无介稳定，身躯的免疫力落轻，皮肤疾病就会出现伫身躯的皮肉。尤其这带状疱疹，就是其中的一种。加在这无亲像有一寡人讲的真歹治疗。不过得病的时阵，这真正会疼甲哀爸叫母。有诶，佫会影响到正常工课佮生活。上惊的是伫老一辈的讲法，红讲这生着皮蛇，若是伫颔棍、腰身、裤一连，迄命会休休去哦。生皮蛇，除了找民俗疗法专家斩皮蛇，食药啊、注射、抹药膏，效果会好歹，迄拢爱看个人的体质。听一位医生的朋友咧讲。这会生皮蛇的人，大多数拢是少年时出自就是长水痘，好无哩，留一个病底伫体内。一旦若是身体抗体无偌好，像在感冒、作息无正常，身体的免疫系统就会出问题。咱人的免疫系统若是虚弱歹落去，就会产生一寡疾病。若这皮蛇产生出来的病毒，拄啊好对着咱的神经咧走，当然就会无偌快活，毋是疼甲无法度人做工课，影响到生活的品质，嘛会互咱身躯痛疼真艰苦。所以奉劝咱听众朋友，身体是家己的，爱保守好势，才会食甲老老老。武侠小回里，招恁讲俗语。讲到阮武侠小回里，真正爱感谢阿爸甲阿母，甲阮疼，甲阮照顾。伫阮大汉的过程当中，爸爸妈妈用心认真甲阮看教。一摆过一摆，一冬过一冬，互阮对袂晓到会晓，对毋捌到知影。系啊，所以阮姊妹啊，三朵花要对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真多谢你，真感谢你呢。若无爸爸妈妈哦，就无今仔日的武侠小回里咯。感谢各位甲阮斗支持。今仔日咱要来讲的是小龙，也就是12世上排第6个蛇哦。就是扫来扫去的蛇哦。咱要分享的甲蛇有关系的俗语，就是即句草蛇啊，看做蛇。哈，草蛇啊，就是草蛇啊，哪会变蛇啊？即句草蛇啊，看做蛇，就是华语的一朝被蛇咬，10年怕草绳的意思啦。这个故事我做想捌听过呢，毋过敢若无啥会记得啦。我无听过，我要听。那安尼，咱就来讲即句草蛇啊，看做蛇的故事咯。伫台湾农业发达的时阵，有一个农夫，就是做事人，伊足够种田，不管即区田的土质有偌歹，
只要互伊做一段时间，就会变成一区好产地，种什么农作物拢会大丰收。哇，这个阿伯真厉害哦！是啊，伊做事的功夫是传遍五湖四海，不管换啊远，拢会有人请伊去照顾农地。啊，我想起来啊啦，有一摆，伊去一个足远的庄头，甲一个大地主整理伊的土地，佮改种果子树呢。落尾手，这个大地主啊，做大丰收哦，赚真侪钱呢。对啊，这个大地主真欢喜，就专工请总铺师来办道，邀请这位农夫阿迪啊来互伊请。想讲要好好啊，甲阿迪啊说多谢。阿迪啊，真欢喜，就啉足侪烧酒，啉甲醉茫茫，才甲大地主讲再见。伫要返去厝的半路，煞倒伫长花边草埔仔顶乌乌困咯。对啊，无乖，睡觉无盖被被，会感冒哈啾啦。伊无感冒哈啾啦，当伊困甲迷，突然间感觉擦疼，煞熊精神过来。嘿啊，因为足疼的，所以做事人阿迪啊，疼甲精神过来，目睭稍微豆啊拍开，看向家己的脚边，无看无惊，看一个，煞喊一声，安娘话啊，是安怎喊一声？这个农夫看到一尾蛇扣伫伊的脚肚顶，脚枕头啊，阁有一个空喙伫流血呢。哈，阿弟啊，敢是互蛇咬着啊？好话有够巧啦，无毋对。阿弟啊，惊一个，经纬涂骹捡一粒石头，对蛇就甲牵过去。这只蛇一个手就烧甲无去。阿弟啊，看到空喙一直咧流血，就赶紧爬起来，哪行哪摆，行转去医庄里找医生膏药啊。好佳在啦，迄尾蛇是无毒的，所以阿弟啊，药啊哥哥咧，就好哩，无代志啊。毋过啊，伊互蛇惊到的镜头，煞一直拢无好。哈，安尼伊是要安怎啊？自迄天开始，阿迪啊，就毋敢搁去草啊发情悬的所在咯，嘛毋敢搁落去田林做石头啊，因为伊足惊搁去拄着蛇，惊搁互蛇咬着。逐工拢匿伫咧厝内，毋敢出门啊。聪明的人看阿弟啊安尼，嘛拢感觉足毋甘，就想办法，想要互伊恢复较早青影风光的模样。阿弟啊，实在有够可怜。有一天，庄内神明生日大拜拜，家户户拢办得请人客。船长就专工去阿弟啊因兜，请伊来倒来咧食好料。阿弟啊虽然无啥愿意，毋过大拜拜是庄头内重要的大代志，所以还是勉强家己去参加。办到正热烈，总铺师的手落菜，一项一项捧出来。大家拢食甲真欢喜的，阿弟啊嘛感受到热烈的气氛，心情也渐渐放松，欢喜起来啊呢！水哦，安尼就好啦。毋过就伫这个时阵，电火去照着边啊，有一条拍伫地高的草绳啊，结果阿弟啊看到绳仔的乌影。喊一声啊，有蛇啦，就昏去啊！我甲草绳啊，
看这蛇昏昏去，啊，一声害了了咯。是啊，有影是害了了啊呢，因为捌去互蛇咬过着，甲长长的锁啊看做是蛇的惊吓，互伊怎昏昏去。啊，这个故事恁讲了真好呢。哦，恁三姊妹啊是愈来愈熬，日后会是上赞的口述艺术家哦。来，各位空中的大朋友、小朋友，今仔日阮甲大家讲的俗语，就是草蛇啊看做蛇。算了，来念谣唱歌咯。阮今仔日要甲大家念的是王金选老师写的《落雷》。我先念一摆哦。一阵落雷，看看白，四界玲珑色。踅过田花边，踅过沙地，因要去找一间厝，爱有电视甲电话。咱做伙搁念一解，一阵落雷，看看白，四界玲珑色，踅过田花边，踅过沙地，因要去找一间厝。爱有电视甲电话，咱即马就做伙来听这首王金选老师编写的《落雷》哦。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好朋友啊！今仔日的俗语是草蛇啊看做蛇，草蛇啊看做蛇。听众朋友听了敢有趣味？嘿啊，有感觉趣味，爱搁收听哦，爱继续听阮姊妹啊讲台语哦。祖先师爱谨记，现代诗爱明理，海洋性多言语，有尊严讲无语。我是台语诗囡仔歌创作者那淑晶，我伫詹门溪电台招你做伙讲台语。36母语，母语讲好去。伫咱台湾民间传说的讲法，若是暗时咧困梦着蛇，一定爱去土地公庙行行踅踅咧，拜一个土地公伯啊！啊若无，嘛爱去解一个运。嘛因为真侪人的十喙狗猫。有的人认为讲这蛇是社会无吉兆之物，梦见着蛇，恐惊会招来厄运，所以爱祈求土地公保平安，也是找一寡家己较有咧祭拜的神明，烧一个金，过一个运。毋过，嘛是有人讲，这梦着蛇代表你要出运发财啊，所以应该爱向地方上的土地公答谢。这梦中看到蛇，不管是好运也是闹衰运，
看赢真实的生活当中去碰到毒甲惊死人的毒蛇更较好，尤其是拄到亲像青蝶丝、雨伞节、牛壳花、锁链蛇、百步蛇，也是一粒头那饭时的饭时青目镜蛇，就要注意咯。这尾饭时青，华语的眼镜蛇，大约有4-5尺长。颔棍有一对白边乌心的宽状斑纹，形敢若袂输目睭咧。脚只是赤红色，巴肚的所在是青白色。毒牙有9会钻出毒汁，受气也是兴奋欢喜乐痛的时阵，迄粒头就会压起来。颔棍展开，正做扁平看看的体型，敢若一支饭匙。所以号做饭时青。在台湾6大毒蛇，若是伫野外无细力去互夹着，有可能一条命就会窜起来。所以一般人伫生活当中，差不多对着这尾蛇、这尾流，拢惊惊，谨慎提防呢。若讲到这6种毒蛇，一句死蛇食到饭时青，死蛇食到饭时青的俗语，甲咱顶界有讲过蛇得吞了，哪有生鱼留咧好活，共款拢是咧形容人食人的肉，蹭人的血，连骨头嘛刻甲无半地。这句死蛇食到饭时青，是咧讲死蛇到甲上介毒的毒蛇饭时青，都拢食入去巴肚内啊，佮有啥物血毋敢食咧？这句俗语嘛是咧批论讲迄人有极端的夭寿、凶恶、佮贪婪、小贪的行为。这句俗语这甲着食东食铁是同款的道理的意思。刷了，佮来讲其他甲蛇有相关系的俗语。伫咱生活中，这鸡仔的经济效益真好，所以伫较早的时代，真侪人伫厝内拢会饲鸡仔，尤其真重视这鸡母，因为鸡母会生卵，当然就是主人的生财宝贝咯。也毋过，若是食饱伤闲饲蛇来教鸡母，这就饲蛇教鸡母，饲蛇教鸡母。空坎加趁受罪咯。这句俗语是伫咧讲，饲蛇煞甲家己所饲的鸡仔食去，这生财趁钱的宝贝，若去又无去，敢是自找麻烦，找罪落去受咧。这句俗语嘛是有伫咧讲，坎坎的行为，或者是咧形容讲迄人古时养奸，颠倒是去害着家己。做人自找麻烦，害着家己，就那亲像蛇入地洞，蛇入地洞，地洞就是地宫啊。这蛇若是爬入去地宫啊内底，要翻身脱逃，哪有这简单？当然是真恶得钻出来。若去互人发现，只好去在人创治请跋柄。这句俗语的意思是在形容讲，嗨呀，一点仔办法都无法度，简单会当随在人悄悄的艰难处境，打得真正是可贵自怜鱼，可怜咯。也若讲到这自找麻烦，阁有一句蛇伫坑里扔出来，蛇伫坑里扔出来，更加会当形容迄白目标工去甲人欺人，惹出麻烦的做事者。这蛇伫洞内，有可能是冬眠困冬，或者是咧休困，袂出来共伤害。但是，若是有人去甲人，就会引出洞外。这华语就号做引蛇出洞，引蛇出洞，是咧讲故意挑逗，自找麻烦。另外，阁有一种伊的讲法，就是讲对迄一寡行动神秘、诡异的装假人，用手段逼伊显出真面目。
较方便加强收拾围巢啦。做人若是伤过头热咯，当作家己热狗，掠蛇的去互蛇咬着，掠蛇的去互蛇咬着，就准备当好受用咯。这掠蛇的去互蛇咬着，意思是伫咧讲，定定咧掠蛇的人，无论伊的技术安怎纯熟高明，有缘嘛是会去互蛇咬着。就亲像咱伫暗仔路相在伫咧行，将其尾啊，凡说会去撞着鬼共款的意思。这嘛是伫咧形容讲，家己掠出来好端，就会掠好上身。同时，伊嘛是有咧考劝人讲，莫接近危险，以免受到伤害的意思哦。毋过，若是拄着这种使鬼人蛇的人咧，就毋通介意硬拄呛，爱会晓保护家己。这使鬼驱使小鬼，嘛通讲是暗路用阴谋甲人陷害的人。人蛇就是玩弄戏弄毒蛇。这句俗语所记的嘛是讲，动刀提枪甲人刣夺人的命，是形容迄凶恶残暴之徒，用尽各种恶毒的手段来控制甲人绑架，或者是抢夺迄软者善良的残民，电风神耀武扬威啦。用武力欺负人真恶质，要若拄着一支喙，真爱含人相争，这嘛会死蛇真甲变活生鱼，气咯真受气呢。这华语的强辩争辩，人甲人互相争辩相争，就敢若死蛇甲活生鱼的体型品质有真明显的无同。但是爱争的人强词夺理，就是要甲死蛇硬正甲讲是活生鱼，将死的讲作是活的，这种指鹿为马、无顾着事实强辩爱争的人，这嘛会甲死龟正甲变活变，真正会气死人哦！不管死龟活变，也是死蛇变生鱼，咱讲着蛇的俗语，有真正社会当中真人实事的情景。透过这一句一句的俗语来讲，互大家听，就亲像这句大蛇放尿，大蛇放尿，这嘛是伫咧形容遐一寡高官大人物爱激一块册，摇摆喂喂，参加着会议处理代志，总是安尼慢条斯理，故意摆架子，倒东闪西，无要较紧时煞甲该做的工作完成。这若介意强势哦，袂起心落名，真奇怪。想要为你唱一首歌，歌声永远袂变歌，一首歌代替阮酒泉，这款爱的心情，你敢知影？自从爱着你一个人。点点想着你的名，想要看着你的形影，这款爱的心情，特别想要唱歌。爱这首歌唱予你一个人听，不知你敢有听出阮心声。回头看，才知一条感情线，早已经将你绑在心肝。爱这首歌，你要唱予谁来听？我伫这等
等你歌声来作伴。你爱我，我爱你的这首歌，亲像雨风吹袂散。自从爱着你一个人，点点想着你的名，想要看着你的形影，这款来心情，特别想要唱歌。要为你唱一首歌，歌声永远袂变卦。这首歌代替阮手掣，这款来的心情，特别想要唱歌。爱这首歌唱予你一个人听。不知你敢有听出阮心声？我头看才知这条感情线，早已经将你放在心肝。爱这首歌，你要唱予谁来听？我伫这等你歌声来作伴。你爱我，我爱你的这首歌。亲像雨风吹袂散。真心对太阳心感觉，有你的手做靠山，算伫苦涩两个人担，只要牵你的手，永远不惊孤单。咱食台湾米，嘛啉台湾水，台湾传统文化上界水。我是孤独木桥戏剧团团长黄冠维，我伫曾文溪广播电台 FM89.9，甲你做伙用心看台湾。撮笑传无语，培养好嘴水。依咱大家嘴水好，甲人保暖就免烦恼。今仔日的说笑传播语，培养好喙水，是新市囡仔兄郑维家教囡仔子啉猪牛，双人用着搭喙鼓，小解新市的景点由来的故事，邀请线顶的好朋友听看新市好佚佗，是伫地讲新市的倒位。曾文溪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市国小的囡仔子林之玉。林地牛，我又来了，我过来啊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新市的囡仔兄郑维家郑维义。这届阮来电台要讲新市较早的故事哦。来去，咱大家小招做伙来去洗新市。好哦。我身骑铁马啊，脚踏孔明车。对，到新市行打，先好骑孔明车，顺续吹风做运动。
竹山白点尾新市是传统甲现代科技相结的所在，有古老苏古的历史卡热，透露现代科技建设的火金车，颠突出南台湾上界优质的文化科技城。古老苏古的历史分热，这历史分热是一个名词，所以袂使甲历史分热分开念，爱甲念做伙，所以爱讲历史分热，或者是历史分热。新市古早时来也是新港社陈述的旧庄社，号做木沙港，是台湾上早设学堂，接受荷兰人教化的社群。伫第成功的年代，汉人按新港客入来开垦遮，因为是山区甲平地的交界，伫遮出出入入做买卖的人真济，落尾就甲遮号做新市。来到新市，咱先带大家来到新市闹区，即间延续天辉寺香火，大港的守庙永安宫拜一个妈祖婆。若讲到即间服侍妈祖婆的永安宫，已经有300-400年的历史啊！除了规年通天香火旺盛，人文地理优质报答，读册风气阁真好，也有带动地方接受西方教育的变巧。历史新市的文史记录比别位仔的藩社地区阁较先进。无，咱两个就用即首咱伫庙埕前吟唱的《南营永安宫7二诗》来小解互大家知。南营大港新港社，大势顺势是家行。冤家会讲紧旧庙埕，应势唱花天辉寺。安家兴故故乡里，宫庙伊刷水落水。文史有记录看好去，化作教材讲道理。化作教材讲道理。木沙港本来伫大港内海的东岸，就是即马南科树国园区附近。苏当时木沙庄开发了真早，荷兰占领台湾甲明朝尾的时阵，是出入府城重要的水路。当地上界有名的庙宇，就是供奉天上神庙的天辉寺。规冬香火真旺，原然是大港内海东岸宗教的重镇。尾啊，煞因为常在淹大水做溪流，瘟疫着这个问题，煞全败庄。庄民着迁徙到即卖的仁爱街，参天辉寺的妈祖婆嘛对庄民搬到即卖即个地址。旧新市的淹大水做溪流是新市人的噩梦。加在尾仔，伫台南科学园区的南科南路和环西路的交叉路口，我新港社大道以生态工程开发建造，具备景观，阁有防止溪水涨流，泛滥现在功能的赤红池、杜红池的银鱼湖。赤红池是溪仔边湖接近平地开发挖出来调整大水功效甲欠水区域的人工湖，是专用名词。治台语的讲法有地、土、体、地、土、体，因为是近来才有的专用名词。伫咧请教地方的老大人讲，这个名词是爱安怎讲？老大人讲，这是后来才有的名词，所以嘛无标准的讲法，得以囡仔念较顺的语气、杜风池来做解说。
拄是第三音，伫遮拄风池，拄的第三音爱变调变拄风池。这个英语哦，坐伫科学园区上下班人车上界欢迎的路段，来来去去的车辆，甲男男女女的形影，袂输咧放闪南科迎接日头充满活力的工作情绪咧。上界吸引人的是，伫英语湖边有南方早起种菜迎宾的日口艺术场，440公尺长。33公尺悬，12公尺宽的彩带，运用高级立体的视觉变化，打开南科大门，动态表情那亲像天开双手，欢欢喜喜迎接每一个充满希望的透早来到这。这座超大型更一个公共艺术五彩迎宾，长长大型的黄色迎宾彩带。坐伫4颗连灯青翠的南科，看空看蓝色的天，调配出黄色、青色、蓝色三种色水，向顶早起的英鱼湖，四边绿色青翠，对日头热情够生态。中昼的英鱼湖开朗活泼，甲蓝天白云牵手跳舞。也若是暗时的英鱼湖，袂输金霞出动，摇摆尊贵优雅的气质，伴空中的天星甲月亮，谱写一首一首优美的演奏曲。伫要编写小解在地文史记录的稿的时，除了家己爱注心做功课、找资料，嘛真感谢学校美术主任传资料予我，亲身去行搭看看。尾仔找到新市，这个新市啊，近年伫咧清朝就有设新港庄新市。日本接领台湾嘛设有新市街野，就是即马代替的新市车站。但是这个西拉雅族生态延续的所在，新港社。是台湾自荷兰统治的时，上介早就有接受西方教育的记录，设学堂，建造教堂，并且用着罗马拼音记录西拉雅族语言，留了真重要的新港文书。阁有一座甲宗教信仰文化有关系的地方伫英鱼湖。这充满生命气络的乐曲。对生活紧张的现代人来讲，是调整步调、放灵情绪、消透的好所在。尤其伫湖的4颗连灯散步、运动、谈恋爱、开讲卫生，拢是一级棒的享受。新市行搭忧伤的好所在，咱这短短的时间是无法度一位一位小解甲真清楚。袂要紧，无要紧，咱则搁带大家。坐转去新市国小，伫学校的时光长廊、时空壁景的壁桌顶悬，有真侪新市的景点报恁看。请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拨时间招盼来阮新市找找文化历史的故事，对阮守护故乡田园美丽的土地哦。今仔日阮就小解到这，感谢大家努力咯。每一个庄头乡里，拢有伊经过历史分野的沿革。来到新市区，感受到这个在地文化甲地理位置，阁有真好的记录。透过囡仔用母语去讲互人听，邀请大家来这找找历史的故事，这是一件偌有意义的工课。毋过，爱去复杂。实地去感受，才有法度描写咱要表达的意思甲语气。嘛，真正感谢新市国小囡仔兄陈伟个囡仔姊林志瑜，这两个宝贝用着2-3天的时间，一句一句安尼甲学起来。虽然阁有一寡家字发音变调语气，阁有进步的空间，毋过遮尔短的时间，
囡仔就有才调甲母语讲甲遮水开，这母语传承的梦，敢毋是事实的实现嘞？对歌声玲珑说，对歌声优美的旋律，说入去找找故事中的画面。今仔日对歌声玲珑说，咱特别来欣赏林国庆填写演唱的这首《阿母的咸鱼》。离开故乡几多年，他乡打拼过日子。即马惠阳先来念这首歌的歌词，互咱听众朋友来听。离开故乡几多年，他乡打拼过日子。虽然事业未顺遂，我也绝对未放弃。时常梦见故乡的景致，梦见细汉的时，旧厝的耳朵起，阿母的咸鱼，是我梦中思念的气味。出外打拼的男儿，忍受他乡的酸苦味，提出坚强的意志，我一定成功回乡里。离开故乡几多年，他乡打拼过日子。虽然事业未顺遂，我也绝对未放弃。时常梦见故乡的景致，梦见细汉时旧厝的耳朵起，阿母的咸鱼，是我梦中思念的气味。出外打拼的男儿，忍受他乡的酸苦味，提出坚定的意志，我一定成功回乡里。离开故乡几多年，他乡打拼过日子。拄则咱有讲到鳝鱼，台南的炒鳝鱼真正足有名，是真侪人真爱食的口味。尤其出外的囡仔，若想到这种酸甜的滋味，就会怀念到阿母的手艺。每一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应该拢有足侪去怀念、思念的气味、滋味。不管是酸酸、甘甘、甜甜，或者是足咸的、尤其听咱的是大人独一无二的手路菜，嘛感觉真怀念。今仔日透过林国庆演唱的这首有香香的故乡味，阿母的咸鱼，互我嘛有想到细汉的情景。咱即马先来听这首阿母的咸鱼。几多年，他乡打拼过日子。虽然事业未顺遂，我也绝对袂放弃。时常梦见故乡的景致。梦见细汉时，旧厝的耳朵起，阿母的咸鱼，是我梦中思念的气味。出我打拼的人儿，忍受他乡的酸苦味。提出坚定的意志，我一定成功回乡里。
中打拼过日子，虽然事业袂顺遂，我也绝对袂放弃。时常梦见故乡的景致，梦见细汉时，付出的喜怒气，阿母的咸鱼，是我梦中思念的气味。赐我打拼的人儿，忍受他乡的酸苦味，提出坚定的意志，我一定成功回乡里。时常梦见故乡的景致，梦见细汉时，付出的喜怒气，阿母的咸鱼，是我梦中思念的气味。赐我打拼的人儿，忍受他乡的酸苦味，提出坚定的意志，我一定成功回乡里。一句话讲情，互人想起后壁的意思，这是台湾话真深刻、真有智慧的所在。透过乐器仔话，甲人开讲、交陪、拍拉梁，除了是一种沟通，嘛是人甲人相处斗阵的一种艺术。伫今仔日的节目当中，俗语咱有讲到鳝鱼，歌曲的欣赏咱有讲到咸鱼。台湾话有一句灶空补鳝鱼烧麻，灶空补鳝鱼烧麻的乐器仔话，这烧麻烧慢，也就是烧麻有啥物代志讲麻片的意思。鳝鱼爱用大火快炒，袂浮直，麻唔只会当做火烧慢，这用布的嘛会当讲用火炭温温啊火，撩撩啊香。这句乐器仔话，互人引申做事情不实在，做代志无实在，欺骗众人的意思啦。也拿这句要咸鱼放生，唔知死活；要咸鱼放生，唔知死活。这咸鱼都已经用盐甲腌制生过啊，搁互入拍甲打去啊。绝对是无可能会当甲变做是活的鱼啊，是死是活都分袂清楚啊！佮甲鱼仔摕去放生，这就叫做不知死活的双关语，唔知死活的相关语。就是譬如讲，明明知影代志对家己是足不利，依然嘛是要佮继续去甲强落去。伫咱今仔日的节目当中，有讲到的俗语是死蛇食到饭死清，饲蛇教家母，蛇入得公啊，蛇入得虫，掠蛇的去互蛇夹着，使鬼人蛇，死蛇正甲变活生鱼，大蛇放了，这个起来话有灶空补生鱼，上麻。灶空补生鱼烧麻，要咸鱼放生，唔知死活。
非常嘛要感谢伫雪橇团母语培养好喙水，有来自新市的囡仔兄郑伟嘅，甲囡仔姊林志如，用着搭喙鼓来小解新市景点的故事。刷了虎城小花蕊，就恁讲的俗语是草蛇啊看做蛇，真正水开阁有深度的生活道理啊！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台湾文化健身店。咱这个节目是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咱们K广播电台制作，伫每一个礼拜日的暗时7点 ，FM 89.9准时放送。咱节目到这告一段落，期待后一回再会。